立法院会今日继续处理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对废死、反对戒严的公道案。不过，那力双方是随开议就对解，议事完全无法度进行。也那是真侪民众关心的，这四个首的应有发现金予民众的议题，立委是按算要修法实施。不过，行政院长杜英台批评讲，安尼是侵犯行政权。上礼拜就没有处理啊！不要对着院长耳朵吼叫，耳朵很不舒服。我们休息10分钟。召开议无到几分钟，韩国瑜就宣布休困。立法院会2号继续处理国民党所提出的反戒严、反废死公道案。不过因为顶礼拜五，新党的副秘书长游志斌提立法院的记者证，入去议场的2楼直播，引起争议。民进党立法委员第2号一开议就占领主席台，要求处理权益问题。国民党立委也夜排抗议，另外立委做了议事反制，议事搁再归康势。作为执政党的党团来背个整个的总质询呢，这个是过去从所未有，所以我们说他是当家闹事，要调查，要真相，要谴责，韩国瑜一件都没有做。韩国瑜只想要挺进议程。南洋立委提上2项公道案，行政院长杜英台向南洋话话讲，希望搁再想看卖咧，唔通搁再增加负面的感觉，也期待议事会当顺利进行。因为去年政府超收5283亿的税收，除了南洋划出破发现金一半，即马民众党也要推动因应通膨强化社会韧性特别条例草案，主张全民破发6000块，强调数字是经过精算，参考专家一个学者意见，听出民意。第一个部分还债，这个是为了台湾的财政纪律，拨补了健保所需要的费用。我们经过了精算，提出普发现金6000元，会跟过去一样，就是这个错误屡试不爽，这样对行政院来讲，行政权已经被侵犯了。若被要求政府破发现金，而且爱修法，可以将这法制化。杜英台强调，编列预算是行政院的职责，立法院用法律或者是法案强制破发现金，唔那是侵犯行政权，也违背宪法的精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